Hello， 大家好，我是国本，欢迎收看福起来咯。观众朋友，今晡日咧福起来的节目一定的精彩，一定的特别咯。大家会想讲，国本每摆拢讲关于特别，都在特别在哪咯？因为今晡日我哋来同大家观众朋友来教一个游戏，教乜嘅呢？都係团量嘅啦。团量嘅唔係真簡單嘛？唔係哦，团量嘅一定的特別。唔只係講团量嘅有乜嘅歷史，也係講有乜嘅文化，甚至講佢係有乜嘅規則嘛？唔知嗬，我注意今晡日嘅節目個，馬上來分享我哋今晡日团量嘅欣賞，陳新坤先生。主持人好，各位朋友、觀眾朋友，大家好。好，歡迎新坤先生，叫我看到真歡迎咧。頭頭我要同觀眾朋友講，我哋今晡日嘅節目一定嘅特別，一定嘅強勢，做乜嘅呢？我哋有請新坤先生同我哋來教一個團量嘅啦。不過首先先來請教一下新坤先生哦。我哋講團量嘅，佢有幾長嘅歷史，從印象以來大家都有流行嘅嘛。不過正式嚟講，團量嘅歷史最早可以對乜嘅時間開始嘅呀？談講喺春秋時代呢，就團量嘅發通，都已經超過2000年哈。很久嘅哦。不過這樣是哈，台灣係讀書人，也係做官的人哈，嘅娛樂節目哈。哦，係。一直到南宋時代呢，才有人將個量誒搭喺個花田當中哈，揾你來團。悄悄嘅量誒就團個元宵節，比本年花燈哈。大家談到元宵節，就想到係團量啊。因為量誒該多元。很多元，該多變哈，很多變有一天嘅長度，將有發到長度故說量誒就本年按做文府團量按做沙文府社文府，團量嘅國數呢就本年按做副將副將全部係量誒該特殊嘅該特別嘅雅號。原來按呢來。假使講幾時節量嘅，假使講無掉落去發電吼，像有個人可能講按呢拿來包裝嘅，結果可能呢總嘅節5個節嘅時間都變成個團量嘅，係咪有可能？唔過老師請教一下哦，既然講有個團量嘅啦吼，佢有歷史嘅，佢有名唔係乜對乜嘅開始，乜嘅幾年之下開始嚟研究有個團量嘅？個歷史超過50年，啱用講應該。過小6年3個時間，小6個時間。有一擺元宵節咧，我泰國去延慶哈，在我去臨別媽祖廟前咧，那是小鴨哈。這樣是看到一群人哈，去啲個一排一排嘅鳳字面前啊，喺嗰邊咧看東看西我就問泰國：你在創啥？你在做乜嘅？我泰國冇應愛伊就帶我直接行到最尾一個重點呀，坐下來。冇幾久呢，搭上一題新量哈，題目叫做客莊，團一個行業我就問我泰國，係唔係綠色啊？我泰國冇應愛，伊直接就問：先生啊，呢條綠色幹是要客莊先生講：通啊，東。正經較多愛愛團到咧，大概這樣是就會面方面少，都見超過50年咧，相當愛體外接觸嘅情景愛強樣面方面少。個身份嗰時節可能本係團到嘅，嗰時節唔用埋去想到聯想到嘅等兩個嘅謎底呢？嗰樣是個直接嘅反應啦，就係。黑種離黑係咪？個離沙種沙就咁樣。老嘅通同志有關係，等下嚟會解釋。我講到通同志，用辦團。嗰個新坤先生對漢世時節就因為一個原因吼，對一個團量嘅開始有興趣嘅。到乜嘅時節開始，當開始真是有內通嘅去研究到一個團量嘅歷史啦，同個地方嘅語言文化。用講哈，最初開始因為我腦筋轉唔過來，因為知識不足故說每年差唔多做啲團1-2題就該好我就唔甘願
大概很辛苦的去3、4点钟，抢团到1、2题哈。故说我太那个时间，就下功夫、下决心，用1礼拜的时间，看四书5经、3、4经前4本，然后同时有研究，故说结果大放异彩，学到我没学到太假，我团到61题。哇，对，2题变做62题，哇，老师你也这么厉害呢！真经个传奇哈。过来应该明年一直到1、4年应该出题目出量的做出题形成以前明年大部分12题就没问题了因为对团量的好团量的人来讲看多量的模团。迄个艰苦的事情故说你俺虽然做出题形成，不过伫现场俺要强用要团其他形成嘅题目不过尽量无拿奖品尽量嘅就会好搞定就安样因为这时间都是想讲，人就像自家对一个运动啦，又对某个有兴趣的人，佢冇去了解一下，去接受一下，佢都感觉爽快安尼啦不过这时间团出来62题之后，迄唔系给。下一年这篇都调俾咧广告出来，嘛个新冠先生从万年莫领来安尼讲，讲讲这时间都奖品全部拿走冇咧，伊咧有迄个副奖我系副奖，副奖嘅也好，我就会第一摆堂到嘅，我用团61题嘅副奖，就安样。老师，我能讲团量嘅人可能，像讲嘅，我脱轨道嘅数章可以团到量嘅，但係。出量的人，迄唔系强用行去拖轨道的数章有发图可以组织一个好的量的出来，系咪？意思强用，你该接讲教学相长团量的人强用爱拖轨道的数也轨道前辈有一个讲法，伊讲出量的人冇厉害，迄团量的人较厉害。用办过。头摆我想。迄咩先生很谦虚嘅讲法，过后我出题目，我当真嘅发现团量的人较厉害，出量人冇厉害。因为出量的人伊上多嘛嘅，伊就出嘛嘅题目。不过对团量人来讲伊要想一个题目一个量出来，有介多思路很多伊嘛嘅猜思想。私言都冇去听错，所以要对10种嘅思路慢慢去修正，让团队都欣赏意思。那第情况欣赏意思。如果出量嘅人，佢係有一個依循嘅思路、思考嘅目標，但係团量嘅人目標樣，佢係大海撈針，對那條會去釣出營養嘅量嘅出來。原來真是，其實一個過程真是有一個奇妙嘅部分呐。當係團量嘅調到情況線上有講嘛，係人家點解睇等兩方，咁開始漸漸有一個明確嘅，嗰時候睇漲嘅15嘅時，咁有團量嘅，唔過真是將。团量嘅將漲嘅時候可以攀也一種機型嗎？人哋其他時間都冇人哋搞嗎？有個頭擺團量嘅，大家糖度量就上到元宵節。我哋下也變做土地嘅發展，嘅土地嘅發動。像我哋邊協會一年就攀200，至少200。中秋節、元宵節都攀。我知道其實做得以後可以一季一次啦，就配合個春夏秋冬嘅特色來攀就。變成常態這樣子，每一天辦槍嘅元宵節。基本上都係都遇到一個元宵節嘅時間，可能都娛樂大家變成一個活動，但係保持佢本身嘅意思，就係一個大眾可以參加嘅活動。嗰時候有大活動嘅時間，不管係過年啊，甚至於講頭都講嘅元宵節，還有中秋節，大家都鄉下嘅時間，其實都可以拿出來搞，讓大家更加歡喜，都鬧熱一下安尼嘛。都係一個團量嘅，腦筋急轉彎同嘅歇後語一個部分，佢甚至有哪條嘅分別，也係講可以去判斷佢係屬於哪條嘅類哪同嘅呀。OK， 謎語、腦筋急轉彎，同嘅團量嘅看起來開槍，唔過炒開到，原來一一的說明第一個謎語
我们从小搞个谜语大全啊，特别有嘛个千根线、万根线，掉在河里都不见，突然一个刺眼的现象，大恩是落雨下，就迄谜语的思路哈，是先一个直线的，对 A 到 B 啊，直线一个啊，故像反例用啊，故是语言很像翻译哈，故所以按做翻译题啊，在谜语的意思，过来讲。脑筋急转弯，脑筋急转弯哈，我该接讲，伊免拿来团结，迄拿来那个，拿来好玩的，拿来笑用的哈。像个胜利上销，胜利中通不，多 seven 多全家啊，密中动物啊，但全部比本人大的，但枪一个通不冇本人大，但很嘛个，用诶，伊不耶。7全家24小时不打烊，就说用哈，按用就抵哈，给脑筋急转弯不是猜的，它是来好玩的哈，说笑的啊。那你这样想，怎么想都想不通，想破脑筋都想不通。这句话，同样的哈，伊个多元的思路啊，爱从爱对词形、词音、词义哈，字音、字形、字义对。张面、反面、正面、反面、侧面去推敲，慢慢修章来，这样法都团多欣赏也想法的嘛嘅。哦，嗰個叫多元的思考，對錯嘅。多元思考。那老師，我問你咧嚇，我都分享你咧，係唔同款那些係唔係屬於一個同樣嘅？就以前我睇過咧很多寫一本書，我結果見人講答案係缺一不可，成語啦吼。你我都想講缺一不可，都是就見人分享講寫一本書都缺嘛書見人反做英文不可，見人用一個諧音，一個算同樣嘅，也係算謎語啊。較像腦筋急轉彎，較像腦筋急轉彎哦，吃鮮的思路安尼，原來安尼，嘿，個神奇呢，哇！觀眾朋友，聽者都安尼個神奇吼，大家提供一個同樣嘅歷史，當然呢，接下來我哋進入一個同樣嘅，到底還有哪條嘅規則咯？試一下休息一下，莫走開，馬上來同大家繼續來教一個同樣嘅喲。前面我哋了解同樣嘅有哪條嘅歷史，有乜嘅典故？更加大家準備好了同樣嘅模咧，準備好嘅好，馬上嚟參考我哋新觀先生咯。新觀先生，前面有講到一個同樣嘅歷史嘛，更加我哋都會分做個同樣嘅同嘅腦筋急轉彎，其實都冇樣樣有哪條嘅規則，同大家紹介一下好冇 ？OK， 我睇題目哈，馬上就會來嘛，哇！來，呢個題示範題哈，我講，這個題目莫扎特音樂有療效啊，詞面嘅意思哈，詞面嘅意思，係講有片，同莫扎特音樂啊，片就會好嘅。不說傳一個口語，按做答案係堂堂都好，堂堂就好，堂堂就好，係啲因為呢，呢個口語哈，平常係負面嘅意思。堂堂的就好，意思嘛嘅，就係青菜堂堂都好。隨便堂一下在敷衍那種態度。不過題目啊，係正面嘅意思。係講堅持，平常嘅印象堂堂就好就會負面嘅意思，就傳唔到力量嘅。故所我講，嘅題目係正面嘅意思。平常時間，我的意思堂堂都好，就係負面嘅意思。燈謎哈，它就要多元的思路。你如果堅持負面，你就傳唔到，你就傳唔到嘅量。佢唔係就我哋平常時嘅思考，佢係對你一個謎面，佢一個正面，你要按照佢一個思來去思考。冇錯。個神奇呢？還有嗎？還有哈，還有我哋介紹哈，嘅團量嘅簡單嘅入門嘅團法哈，從這題。夕日不出
爱啲嘅，最简单嘅，团测试，团嘛嘅，马上看得出来，日头唔会出来，啊，那个热炸到嚟去，都叫嘛，厉害。不知道样讲，我把它称为断句法啊。那题目是细日不出，黑没？那细这个地方逗点，这细地方逗点，细那它是日不出，不说屯嘅日哪天，答案就出来，就是九啊。最简单嘅基础嘅基本嘅规律都按嚟啦，冇错，是断句法。啊，再嚟咯，而家係咪越嚟越難咧？唔會啦，唔一定難學，係講係彈唔出來呢。你係團量嘅帝王規則，就會通同字，嘛嘅通同字咧，就會強意思冇強思啊。同樣意思，但是不同字。用梅書下落讀時，看到書上多念，看到落上多聽。上多送看到時上多本啊，團呢嘅歷史台灣歷史人物，OK，連上文厲害，條都唔啱嚟講嘅，曾經有讀書用梅書下落讀時，按照連上文過來厲害來嘅或者千里奔馳，望塵莫及。團呢嘅原出名嘅部落啊，地發嘅千里上多馬，奔馳係走，望塵莫及，走該遠哦。故說兩測試，馬誒就個遠誒，馬遠係有一個部落有啊，而且發展嘅布農族嘅部落。布農族唯一靠海的部落。假使講真是對一個地理環境吼冇一個知識，還真傳唔到一個呢。不說我講有讀書啊。有個人提講，我可能提講千里係連到馬，就親眼的望塵莫及連到馬遠，但係佢會自家反映講有一個地方嘛，我自家都冇談過嘛。沒有反應，有的你們。有啲個地方有就有有哈，真是哎呦，接觸過人比呢。有啲人冇痴心，馬遠咁粗，冇談過馬遠，真嘅，從那個規則去推，你就推到馬遠。嗰個情況先生，你睇到講一個規則屬於團量嘅地步係哪一種？通同字誒，我過來，係哈，切莫縱橫，多產多金。團我哋品同嘅體名，客家種啊，切莫上多田，OK， 多金上多該有錢，我哋那客種地步有問到我乜嘅田嘅嘛？有幾多啦？係竹田，還有多金哦，上多多金嘅嘛嘅，該有錢，該富福田，過來，嘅多善。多善係嘛嘅風俗嘅意思係咪？福田同豐田啊，冇錯，全部女僕嘅村哈，豐田，嗰個有用嘅地方，就係福田，個有意思，就嘅通同字嘅屯法哈，我過來等下我介紹再嚟有嘅又係通同字嘅呐，咩？我手機我。團出糧嘅經驗，按用講直接講哈，嘅我對104年開始出糧我嘅生活態度呢有一個新嘅習慣，因為我出題目慢慢產生一個新的習慣，就我行路嘅時間，我騎車嘅時間，我停等嘅搶風停嘅時間，我會該注意記錄風嘅點嘅招牌呢啲招牌。做得出蠻幾靚嘅就一直想從亞題上了年紀總早醒，從亞題求蘭客西讀就會愛題新北市104年愛漢題嘅新北市，記錄上上多嘅題目，就會來同看上了年紀總早醒，老嘅，總早醒比你較做風蟲，閒。老仙閣，老仙爵，對，就會按意思
哦，该合哈，该合，上了年纪总早起，该有名哈。啊，过来，给虬染客稀肚肚，虬染客嘛个意思？有个死骨的人，死骨的人，啊个稀肚肚也呼吸中诶。哦，胡须章，冇错，喂，呼吸中，性别是该多个点名哈，那就头都讲个啊，行路啊就看，那个点名个招牌有法度出嘛个亮的嘛，就按用个习惯哈，啊，先发地度同人对发哈，啊同事哈对发，啊嘛个时事嘛个新闻，拢做得啊有灵感来就做得出亮的，啊有数据哈记录下来，有限的时间再慢慢修啊，修通顺，把它修通顺啊，修有较强的一亮的。嗰个老师讲的，那团亮的其实个题材可以係包罗万象的，有可能係伊咧通作一隻事，甚至於講太次也看到嘅環境現象、行業、產業都可以。拢可以。啊，平常時唔自家嘅習慣，就同到唔講啊，唔喺路上看到點名，唔也會想辦法將佢變做一個團亮嘅米面。冇錯。哦，啊，係唔係行路嘅時候都冇專心，就明明都在下一個。唔會啦，唔會，沒有闖紅燈啦，之前冇闖紅燈。除了按呢題材之外，老師你還有採愛冇咁樣嘅題材，利用像文化啦嘅調嘅冇？一個來講哈。好啊。係啊。對伊朗4年哈，出量嘅哈，我就一直想，老啲燈謎年輕化哈。除了剛才頭都講嘅燈謎台灣化之外，燈謎年輕化，我想用版上後3年來團亮哈，我上多嘅睇嘅想法係用網絡用語，用網絡用語來吸引年輕人，我就用網絡用語來出哈，從第二題，餐廳侍者送錯餐，團一個網絡用語，都送錯嘅。送唔免捱嘅嘛，吼，就唔免捱嘅啊，它不是我的，還有嗎嘅？點牛排，以送羊排過來，唔會用版對個 waiter， 你會怎麼跟他講？也唔免捱嘅菜啊，唔免捱菜，超厲害，捱點牛排送羊排過來就唔免捱嘅菜，後生人家就在講嘅，唐講對知名講。基本上你個春嬌感情那就袂歹，你對有意思啊，有按有意思，對有意思，無嘢唔免捱出吼，後生人家就在講嘅話，嗰個唔單止係傳統嘅文化，連人哋咧最流行嘅吼廟路嘅文化也可以接下睇地位。你還沒開始，蜘蛛，以逸待勞。啊，假使講看人家米面，再假使人家講團一個天心用人，這樣底下講。蜘蛛係명嘅嘛，都명路啊！除了명路還有乜嘅？我用嘅團有乜嘅技巧？解題嘅技巧？充電底嘅手機數據嘅。蜘蛛就是用版落實，也指一個명哈，一個送醫啊，送명啊，啲就是隔邊得啊，得嘛個昆蟲過來嘅飛過來嘅。不過所以伊唔是天堂，而就係送명啊。就做得落實，就得吃飽上網吃到飽，超冇錯，聽說你講，你數據有上網吃到飽嘛？你啊做得到，係啊，冇唔錯啦。所以叫蜘蛛以逸待勞。我講吼，老師人家咧除了可以以逸待勞之外，還可以講蜘蛛去吃buffet。對，上網吃到飽。瞬間砍頭啊！也個挨路用測試。也個吼，應該同人哋野餐嘅個新聞應該也有相同嘅。冇錯。個性咧配周杰倫咧，也係都冇嘅嘛。冇錯。秒殺咗嘛。超厲害。嗰個講其實也個唔單止吼同更加嘅流行嘅文化有關係吼，佢算傳統文化也可以用啊。都在地位，看到乜嘅上到乜嘅，都會加入一個人嘅團亮嘅地位。咁你講開嚟，感覺誒韓國後生啊，又聽得到啦。又後生又有特殊。觀眾朋友，以上幾個團亮嘅，大家有團到冇呢？團唔到也唔怕。等下繼續伴大家來了解個，人哋啲團亮嘅到底係有哪條嘅內容哦？休息一下，繼續嚟團亮嘅。
前面先看先生同我哋小嘅嗰度精彩又神奇嘅團量嘅，甚至也簡單同我哋介紹嘅團量嘅有哪條嘅類型同規則。當然咧，大家有談到講，嗰本藝條都見面講，有乜嘅米面啊、米底一度嘅，其實團量嘅還有其他嘅規則，我哋天天咧來請教一下先看先生咯。先看先生，唔再同大家說明一下我哋嘅團量嘅除了規則之外，還有哪條嘅範圍嘅介紹，其他名詞嘅說明，好冇 ？OK， 我用例題哈來說明。哦，頭都講過嘅。細字不出和例題，因為細字不出，按做米面。如果其他嘅題目，對，也寫啲嘅米字當方嘅哈，團埋嘅東西按做米底哈，大把嘅米底，例如有沙哈，就要團埋嘅東西哈，就種類哈，嘅注過嘅情況，我會出題嘅意思哈，嘅團量底杯哈，有一個帝王條款，嘛嘅咧，就係米面出現嘅詩哈，啲米底就冇出現，就按用細字不出，米底底杯就冇細冇字。冇筆冇粗冇出，呢色四色詩都唔得出現，啲米嘅規則。有冇例外？有例外係按做祿春，就係出題先生哈，每啲嘅米字當方咧寫祿春格，祿春就係我哋講春光外露嘅意思。就係意思係米底嘅詩哈，要出現啲嘅米面當方，意思係講有可能。底杯有細，米底杯呢有細有字有部有粗，某一天喺祿春格嘅意思啊。特別下常有，難怪例外的例外，免祿春按做溜球老高，就係出題目嘅先生，某些年哈，老嘅詩哈，米面嘅米底嘅詩啊，祿在嘅出現啲嘅米面當中。溜球係例外哈，例外。因為團量啊，該推崇多元跟那個自由精神，跟包容的精神。故說呢，我們該只談到出題先生講，該出圈的哦，個較強的哈，比我個較水的哈，因為多元嘅精神，就係唔會堅持某個標準嘅答案啦。我一聽愛某個爭錯，我唔會很堅持，因為團量嘅吼，該多元、該包容嘅精神。有講呢，係唔係講？團量嘅先生基本係出嚟係一個，但係佢剛剛講佢團出來嘅答案，同佢嘅精神、嘅面面又符合，佢也都係講，有中。我們有遇過，做到。從一般有個題目我填標嘅嚇。答案係我團嘅長榮。長榮。如果我團長榮咩唔錯噶，唔過我意思係重現啊，長線而咩算係錯，就按種精神啊。意思該圈有可能團量嘅人啊，伊個答案個較好，個比出題先生個較好，咩 OK 就算唔錯，咩有獎品好拿。就係講有嘅符合，有嘅面面，有嘅精神冇啦。最重要係有嘅部分。除了安尼，像條多先生前面有講到，有加下我哋傳統文化，有流行嘅文化嘅部分，但係我哋加下客家嘅部分有冇？有團量嘅。該多。係哦，一題嚟看哈。好啊。對客家嘅部分啊，我先說明哈。我意思。我嘅努力嘅方向三大方向，第一個係燈謎台灣化，第二係燈謎年輕化，第三係燈謎普及化。一方來講，先講燈謎台灣化。頭擺嘅量啊，台灣係中國嘅東西，就算有台灣啊，咩台灣係好多嘅東西。客家介紹平不冇，原住民個較冇啊。故所我努力方向，先從客家來講哈，來，例題，花盡少，蓬門開，也靈感嘅對同時嘅杜甫哈，杜嘅同時嚟嘅，花盡不成緣客少，蓬門今時為君開。你下花江說，蓬門開，用因為寧客來嘅，同一種視頻審測試，來一類寧客嘛，來一客，冇錯，厲害哈 ，OK。有黑絲哈，咁樣例題裡面有黑絲，
国际6对人啊，30次。家庭形态就会嘛个大家庭、小家庭的嘛个个意思呢？哥哥廿方来，廿方来，廿方来。国际6对人，6对人嘛个族群。帮从客家人廿方来，蛋糕，顶客，顶客族，错，毛草，就会国际6对人就转顶客族。以为学士的哈，个。你要梯层，第一个层次有客家字，有客这个字。老师其实个下周高级的6对人也做得了。那个太指标啊，3次哈，当然是顶客组过来。西文西草宴客必备。你要有客家元素，有客家元素的哈。你要提起加法，最近那个加法4加4等于8，有没？宴客必备。唱年客天初20嘅，天初20的8风吹，天初20，定18，超厉害，日本料理哈，定18，就咁樣。有客家元素嘅西文西草。老師條到眼嚟拿出來啊！我都想到講，西文西草加上嘅傳統嘅，都按到面到講有幾多嘅人客家嘅傳統名嘅走出來呢？唔點喎？農做的用來出糧嘅。冇寫到講，嘅係日本嘅傳統嘅話，我都想到幾多客家嘅傳統。估咗該多遠啊？係啊！老師再嚟呢？還有嗎？還有，你要個提數，我是講咩該很滿意的哈。你要係團屏東嘅兩個題名啊，題目按照給我一點心就能化成圓，你馬個心做的化圓。那我畫圓要需要有啲圓心，阿哥半徑，半徑半鋼嘅，冇錯，就係半鋼嘅。喺加同一個村哦，你要按照萬箭啊，萬箭村啊，梯縫都按照半鋼嘅，半徑仔。其實人哋客中有幾多嘅題名係到半鋼嘅呢？係啊，唔單槍加到我嗰個嚟第3層啊，係客家諺語啊。若出丁就叫自明啊，喺講將來啊，就按照自明。唔過來啲客孟姜啊，含情姜來啊，就先按本人名按做自明。就講咧客家諺語啊。含情姜都按名嘅哦，冇做名都冇做神都按名嘅，係啊，嘅諺語嘛。孟姜子先按名。孟姜子先按名。你嘅諺語後個方面有，未是驚先後名，沒有就按樣意思。黑姜來就按做自明。題目沒做的變做。若生女兒就叫做春嬌，沒做的，有孟姜子先按名，你要自認意思強用嘛。比較難評等的也做得啦，轉發一下都可以。下擺可能是春嬌，有可能哦。好過來，你要見諺語哈，庫權一開口送你上西天。有個我都知嘅，一看我都想到嘅，因為漢世時節嘅老人家會同人講。母姑叫硬死人，咬死人，冇係庫權就會唔出聲嚇，叫唔出聲嘅開口唔係講法係咬人嚇，送西天就會咬死人母姑叫唔會咬死人，我就係咁樣。如果咬人咧叫唔會喊嘛嗬，意思唔會配啊。你係客家嘅元素。按呢話其實對來講有一個理想，有一個對台灣有使命感，講會本地台灣話，再要來結合人哋咧客家話，再來本大家可以平易近人推廣一個普及嘛。故所講一般來講，除了睇一個節目地位去推廣之外，還有去上課嘛，還去嚟推廣冇？我該頭去訪友。去過，像個竹田啊、女埔啊，個新民都有，有一般嘅啲新北市嘅土生嘅高飛哈，長老教會就會做嘅那個投影片，有樣樣做，個特殊嘅經驗啦，因為台灣弄下名字哈，用字下嘅，
给办呢，用个 PDA 来做法。哦，用电脑投影安尼打上去。老师，你刚刚提到无安尼讲出来，会不会讲个图上嘅？嗰种讲新北市迄安尼个女仆嘅新北市？不止有你安尼讲嘅，新北市同安尼。女仆嘅新北市，南乡下，农乡下。但係老師像講嘅，喺實際上，人哋我有建議，也係講邀請去個推廣嘅。假使講因為更加係咧名錄嘅時代，係咩有法度講，人有規劃係將一個團量嘅名錄化，也係講出嗰種電子書啦，本大家更可以方便去拿到。你拿到書籍嘅用電腦就可以看，有一個想法冇？我有做過哈，開一個拉一個群組，大家團量啊。我發現哈，效果模糊。整體的團量係現場互動啊，因為現場有意思，像個演唱會用啊，大家互動啊，一直有你一直團欣賞，一直提示啊，就氣氛就該好，該好。不錯，無法度期待嘅啦。做的顏料還有按用做，就像團量安徽以前哦2禮拜，要佇臉書哈，臉書底部將個兩個搭上去啊，一體新的，一體舊的，我要想個現場團才有獎品哦，名錄團冇獎品，要想睇過來，效果沒改好，但團嘅有可能變較大，變較大。觀眾朋友，今日新群先生來紹介一個團量嘅，係咩伴大家更加了解嘅呢？團量嘅唔單止係好教好料嘅哦，其底部呀還有幾多嘅內容同故事哦。也希望今日大家講喺節目之後，可以聽聽我哋新群先生佢哋嘅腳步，天天咧來了解我哋自家嘅文化，了解我哋嘅傳統文化，順勢慢慢咧將佢嘅文化保存流傳下去哦。今日再一次感謝我哋新群先生帶來安靜在安神企業團量嘅，謝謝你，多謝。多謝支持你啊！多謝各位觀眾朋友，我要繼續做落去，繼續行下去，將個傳統嘅文化傳承落去，安住先。好喲，各位按好教嘅團量嘅，更加呢繼續聽聽先生來運動一下吧。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